今仔继续要来看新竹有一间高中传出着性侵的事件。这个受害学生的家长找立委来တင်情，讲因这个囡仔为去年9月到今年1月去互球队的学长轮番加霸凌性侵，但是学校处理的态度是真消极。家属即卖是请律师来协助。郭教授是讲会督导着主管机关，也就是新竹市政府来辅导咨商介入调查。 他们会轮流在我弟弟洗澡洗到一半的时候冲进来，控诉讲，伊小弟弟学校的棒球队和学长霸凌，甚至佫有性侵。他在被性侵的当下发出声音，他会不会也被像同学一样遭受到教练的那种对待？ 真正有够生气，读高中的小弟和学长暴力霸凌，而且被害者佫唔拿因小弟一个人尔，哪讲哪流目屎。我妈妈听到了也很生气，她说：“笨不笨跟被不被性侵是两回事。” 果因小弟住伫宿舍，和学长侵犯，甚至佫性侵。若是要顺从对方拍，一直到因姐姐发现讲这个小弟怪怪，才知影讲这个代志已经有半年啊，而且这个校方的态度无够积极，无尽到督导的责任。目前这个案子已经送往新竹市的少年法庭这边去做进一步的审理。那针对这个案件，我们教育处这边会跟学校共同针对相关的人员进行教育辅导。 郭教授嘛表示讲，未推卸责任，会派相关的人员去协助主管机关后续的辅导甲咨商。